要开始录影啊！今仔做伙来去坐东市，回这边啊！哔哔哔。你今仔日来要食啥物？囡仔。囡仔，好，囡仔特别好啊嘿。来东市一定要食好食的囡仔。北部拢讲鸡腱，咱南部拢讲网蛇腱。肉腱要切还是要一般食？几条食？要几条？啊好。妈妈该需要录啊。录啥？安尼咱先来去借家己茶啊。吼。好。哦，伫遮。头家，我要借家己茶啊。好啊。啊，这个要借啊登记哦。啊，变怎排嘞？哈？你唔知要安怎排？你去跟我讲，要安怎排嘞？手拢起来，排到肩胛头。买菜，妈妈买菜拢安。来，手拢入去。安尼啊。对，哎，无错，咱那是规章好好。是安尼嘛？啊，你多有两个，你多少有两支，好啊，安尼啊。OK。啥个来买啥？先去带囡仔吗？对，先去带囡仔，对，带囡仔，带囡仔。看要啉啥物凉的？芋头加乐士。一杯吗？一杯。要大杯啊，小杯，大杯。大杯。好。你有落啊好缀吗？来落啊，互阿姨，阿姨帮你缀好不好？来，关好。啊，再搁一杯。排骨酥的先订才有哦。超给你。你讲怎有订？怎有订？是小水饭。我什么加？我什么加？排骨酥好食，一定爱食。你有镜头看着，你可以看。哦，看到镜头啊！我已经看到啊。我是讲排骨爱好镜头看。什么物件袂记啊？囡仔袂记哩啊啦！哦，囡仔老高去啊！妈妈，你会使伫遐等一下就好啊，阮去车就好啊。啊，老啊！妈妈，车到啊！车到啊！车到啊！爸爸无听你吗？啊，老啊！爸爸袂听啊你呗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过，快一个。等我食几个，냠냠。好，咱要结尾啊！你会甲讲，你要讲啥物？讲好，这就是伫东市场的一天，对不对？两个吹冷气的。这就是当时我一天，欢迎大家来阮家吃饭咯。出路啊！我都被死去了。社会讲台语，头家，肩胛，排骨酥，我想要食。